财政部公告，去年税收税过所编列的预算数金额有5000多亿，是有史以来上济。国民党团就讲，要把这个钱向下民众一个人发1万块。但那财政部表示，依照法规来讲，这税收若准较低，大省要摕来减少这一步。有那影立委讲要台这公司预算，引起影视界不满出来抗议。去年有提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双子车站有发起指控指我主张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联署声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多位出名的作家做回来参与了。疾管署有公告讲，这为福部新买的10万ton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经完成。这批疫苗是东洋药品得标，提供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按算20开始做，呼吁这个风险的民众赶紧来做，若准人较少，不排除会开放第2批。今仔日是正月10号元宵，台南新华朝天宫有特别打造八卦平安桥，要互民众过平安桥消灾解厄。另外，山上天后宫伫元宵举办客贵活动，希望会当抱着一只福寿龟回去，互你平安添福寿。更较新、更较济新闻，请锁定暗时7点的 AM 新闻。是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财政部有公告讲，去年税收税过所编列的预算数金额是5000多亿。这那也立委主张，把这个钱拢爱向互民众一个人发1万块。高雄连环杀人案这嫌犯唔老实招口径，检方声称禁止嫌犯看新闻、看报纸，避免影响案情，说互法院来驳回。台湾灯会下晡开始，就来自19国嘅表演团体进行采价。另外，新华朝天宫也有平安桥，要互民众消灾解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2日新闻，我是嘉豪。嗰度这财政部有公告，讲去年税收税过所编列的这预算数金额是5283亿，是有史以来上介济。那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就讲，这个钱呢，就爱向互民众一个人发1万块。不过这民进党团是呼吁讲，就爱提出这财政专业理性来对话。那财政部就表示讲，那照法规来讲呢，那阵这钱有较低，大省爱摕来减少这步。财政部正式向上修正2024年全国总税收实际扣税金额是大票3兆7689亿，那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金额比预算数目加出5283亿，相反创下新的纪录。国民党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比照2023年发起现钱有民2.0，全台湾每人发1万块现金，让全民来共享这个经济成果。推动还钱于民2.0，让每人能普发现金1万元。会成为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的重大民生的提案之一。不过一人1万元的话，也不过是普发现金2300亿元。国民党提出数据，讲2020年加2022年，将为着疫情了后进行发放3倍券、5倍券。2022年税收超扣5237亿，过一年2023年立法通过以后特别条例普发6000块，互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就已经连续4年税收超扣，国民党搁再主张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估算成本大约是2300亿，占超扣税金的一半。由这阵普发现金无相关法源的依据，所以讲已经有侪位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正预算法。不过民进党讲无应该把超扣的钱看作是蠢的预算，也来民众党是认为讲应该先重视财政的纪律。超征之后，有很多的指定用途，有很多的举债，有很多的还债，这些都要到决算才能够来做最终的结果。我们做平均下来，2300万的民众，每个人肩上现在都要扛着25.6万的这个债务，所以要整体去看。所以台湾民众党会主张先重视财政纪律，所以第一优先超征了5000多亿，先有部分拿去还债，如果还有剩下的，第二优先才发给民众。
财政部是讲，超扣应该优先来行政部，强调虽然税收超扣金额5283亿，不过入去中央的只有3757亿，其他802亿属有地方法定财源，724亿是地种基金，亲有长期照护、健康福利馆才所需要。行政院是呼吁讲，应该先替总务省找到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这市议员陈义军涉嫌利用这人头诈领助理费，检调今早去敲陈义军议会办公室，也有徛家等所在，约谈7名被告、3名证人。陈义军表示讲，也配合调查。请问今天查扣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吗？认同台北市议员陈义军早起互事检超找服务处和议会研究室，检方差不多15个人伫伊的研究室超找2点外钟，而且佫向议会调助理名单，疑似和助理费有关系。谢谢大家，让一下，大家相信我的清白，我们绝对会配合检调，好好的调查真相。谢谢。士林地检署12是指挥台北市调查处超找陈义军伫中山大洞的服务处，含伊议会办公室、徛街等等13个所在，找登去7个被告、3个证人。陈义军方带去士林地检署复讯，这边行动敢和助理费有关系，检方并无说明。对于案情的部分，我们当然配合检察官他们搜索的需求嘛。对啊，那议会这边也会针对他们以及法院所阐释的希望提供的相关资讯，议会就会去做相关的提供。局长戴石庆讲，议会一切拢配合调查，提供相关资讯。士林地检署讲，后壁若有强制处分，检方就会对外来说明。过去民代诈领助理费的案件是一直在发生，前台北市议员潘怀忠诈领助理费333万，因为伊认罪，而且甲犯罪所得拢纳转来，假罪5年。另外，当中间的部分是红判3年10个月，而且伊嘛已经入去坐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高雄连环杀人案，侦办到今已经是第7天了。也因为这时间一个久长，加上天气变歹，遗体要找是愈来愈困难。就一位退休的教授，伊是早成立探测器来倒追。也因为嫌犯到今拢无要老实讲，检方也烦恼讲这嫌犯呢，会透过着这电视新闻报纸来了解到办案的进度。检方是搁再向法院申请这禁止嫌犯接触媒体，毋过说互法院来驳回。甲树林艇驶去水中央，救生队甲水底成立探测仪器，偷偷放落溪底，要做第2届的探勘。高雄12乌阴嘛落38号，前阵河下晡水底能见度真歹，敢来当靠伫水顶敲吹，烂杂网甲成立的仪器。只要它跟背景有一些对比，这种对比包括材质的对比跟落差的对比。其实都会有这个影像出来。河床这个有这个异物的地方啊，都把它利用声呐把它标记出来。我们来针对这个点，我们现在就用捞的。高雄杀人案护尸体行动已经第7天，因为天气歹，执行变得较困难。中山大学海洋环境甲工程学系退休的副教授陈文敏，连续2日主动协助，出动水底成立探测仪来看溪底的情形。因为超吹所在离港口真近，水毋但真落，还佫有风影，地势难度甲风险拢加悬。车站还佫发生树林艇故障，还佫有人员失联的情形。它已经潜到那个2526号码头下面的基桩里面。好，那因为我们无法追踪它的气泡了，那所以说一度有紧张的感觉。护尸体进度动点，侦办嘛无遐尔顺利。根据了解，检方找了申请羁押现场的嫌犯的时阵，要向法官提出禁止嫌犯订报纸或者是读甲有关的新闻，叫互法院驳回。烦恼嫌犯看新闻会知影侦办的进度，检方决定重新申请禁止伊看新闻。本署检察官于昨日已经补充相关的事证，再次向法院请求禁止及阅览、售相关的报纸及电视新闻。法院认为嫌犯当咧羁押当中看新闻嘛无法度灭证，所以驳回检方的申请。不过现此时嫌犯也毋认罪，侦办的进度受影响，外界嘛议论纷纷。11有风声讲，这个嫌犯因小弟失去联络已经几啊天，有可能已经遇害。不过警方有出面驳回，因小弟是因为毒品案去互通缉，目前也未抓到。下晡搁一届团出严监小组已经找到去年嫌犯因扫失踪的过长工，也就是11月30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这个嫌犯半暝去前镇河去几啊届，哪像是去把尸体弹掉。不过针对这点，警方是也未证实。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北区一间补习班爆出不当照顾的事件，有家长测试甲一岁查某囡仔呢送去补习班照顾，却发现讲这囡仔的喙皮有乌青，业者说讲是困的时阵去地着，爱家长唔通去验伤。社会局等单位去查，发现讲这补习班登记以来拢违法甲人雇婴仔，这托育人员也拢无登记，这下就爱食官司啊！查某囡仔要好，倒边的喙皮是乌青规片，互人看到是真唔甘。台南一个家长初时早起，因为要做工课，甲一岁查某囝送去北区一间补习班临时请因过，补习到下晡去接的时阵，查某囝的喙皮虽有刺伤和乌青。就说妹妹脸上红红的，是她有带口水巾，然后趴睡在地面压到造成的，不然只有外面而已，里头的监视器是喝剩的呀。他是用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不要去验伤，你验伤我们就完蛋了。家长带查某囝去验伤了后，随着通报社会局。家长讲，补习班无对外公布有顾囡仔的服务，拢是靠厝边互相讲，因惊因查某囝真侪摆临时请因过。大儿子以前他小时候1岁多的时候也是送去那边照顾，然后他有说过，他说那个保姆会打人，会打小孩。社会局接到通报，采纳含教育局联合去现场来稽查，发现这个补习班干那立按照登记的英语补习班，依属规划的提供顾囡仔服务，托育人员嘛拢无登记。现场查获2名未登记托育人员负责照顾幼童，社会局将依儿少权法第90条，裁处6000元至3万元以下的罚款。本分局立即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并采结相关基证，积极侦办。全案厘清后，将依伤害罪嫌及违反儿少福权法送办。业者到10日下晡拢还未回应，但是补习班涉及规划收托，教育局是罚因停止招生3个月。另外不当照顾的部分，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社会局嘛会另外召集校服款团，对行为人罚6万到60万。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即马有公告，讲这卫福部新买10万ton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经完成啊！这批疫苗是同样药品得标，供应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按算20开始做。呼吁这具风险对象要赶紧来做，若准做的人少，无排除会开放第2批。天气关系是流感疫情持续伫高峰，加上进前艺人饲鱼湾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全台湾公费流感疫苗是大欠货。统计到2月12日，全台湾敢若剩11000支。不过，根据疾管署的公告，另外采购的10万支4价流感疫苗已经完成采购。那疾管署在2月11号完成105000剂的一个采购作业，那由东洋公司得标，我们可以如期在2月20号提供给高风险的一个民众来做接种。新买的10万剂公费疫苗，按算伫2月14完成验收，2月20开始做。11类高风险的对象会当优先来做。根据了解，这个标案有台湾东洋甲赛诺菲2间厂商来标，标价金额分别是1270万5千块，甲2436万。落尾手是由台湾东洋标着，算的一支差不多121块，比较去年度的采购案，一支是242块，差不多是半价。因为这个很紧急的一个所谓的公卫的需求，这次我们招标是那个细胞型流感疫苗，跟我们在去年9月开始供货的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疫苗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用来防范，你没有办法去预期什么时候会发生爆发，所以每年我们都还是会保留一些量来预防这种突发的事件。这个供应的产品是细胞培养疫苗，不过65岁以上的侪岁人因为要药剂药退化。部分的国家选择采用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就是内底有刺激免疫反应的成分，来加做因公费互民众做的疫苗。疫苗厂嘛解说讲，经过疾管署的考虑，这个也无机会列入去公费的名单内底。不过上紧有机会伫今年的秋冬或者是明年加入。也若现处是新买10万剂疫苗，拄好伫流感高峰的上尾期到位。打不完的话，他们的效期通常在4到5月就过期。势必要开放给其他类的族群施打，不过这个几率可能不会太高。有第一线医师分析，头一批着资料机会真大，疾管署嘛希望高风险的对象会当赶紧来做，若是来做的人无遐济，嘛有可能会搁开放第2批通好做，希望会当达到防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头一届有医学中心互海客攻击，这个月初9呢，上北2间马街病院的急诊室有500台电脑出问题，这病历资料拢无法度开。卫福部也赶紧请这所违法电报治安署派专家来协助，加在无造成各处泄漏的问题。
黑人挂喙暗进出，流感诺诺疫情滚价，马街病院去诊室平常时早起游玩时人满。啊，不过最近煞互有心人士锁定门去进电脑，和卡有软体大规模攻击。那入侵了以后呢，它主要是去攻击西槽的这个很多病人的个人资料。都会把它加密，他就发勒索信。这一次看起来有可能是从这个俄罗斯。根据了解，马街病院第1月初开早起，就遭受第一波攻击。同一时间有电脑收到卡邮邮件，同一时间佫表示要第2月11下晡5点发动第2波攻击。马街病院发现系统无正常了后，马上启动治安紧急应变作业，佮通报卫福部治安联防平台。另外，司法部的治安署也派驻治安人员协助卫福部联防。台湾医院资讯安全的网络来公布这些病毒的特征，叫大家都更新。有一些进步的主动防御软体，那我们也协调厂商我们各医院呢也在监控，在我们的外部的这个网络上面有没有这些恶意程式活动的一个状况。卫福部强调，医学中心已经清除病毒，一切系统恢复正常运作。另外，也无民众各自外泄的情形，请民众放心。不过，这摆海客市照病院相关小河密码系统进一步延伸到门去进500台电脑，主要范围有台北马街甲淡水马街去进行。这是第一件医学中心遭受攻击，各界拢正重视。医院里头的作业系统的版本是比较旧的，可能包含像网段的部分，然后中间可能缺乏了一些，比如说适当的安全性的去做一个这个分段。针对这攻击事件，马街病院声明，医疗作业拢正常运作，各严厉谴责任何不法的代志。不过这摆医学中心出状况，各界也希望唔通阁发生，将守护民众的健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是元宵，这台湾灯会对下晡开始呢，就游街活动。今年有来自菲律宾、日本等19个表演团体，这精彩表演，现场民众也一直热闹。穿传统服装笑容真好看，展出南国的风情。对菲律宾来的拉卡斯特拉纳市电工舞蹈团，去年才摕到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金牌，这摆受邀请来台湾表演，变做台湾灯会一大焦点。配日本的传统民谣，舞者一日就搁变队形和服装，互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痛甲。对日本高低法院的也来坐，因为有传统元素，跳舞设计自由度搁悬，是真受欢迎。这摆对日本来的表演团体，有4个队伍是表演也来坐，内面这支北海道来的队伍是逐年拢来台湾。几个在地团体嘛接力表演，等客家文化、原住民风情和加油队在台湾多元文化。虽然讲天气无啥好，中国落大雨，但是现场嘛是组织一大堆民众特别来这看。比较特别就是日本团体，很多日本团体来这边，还蛮不错的。这边有灯会就过来看一下，这样。蛮特别的，蛮特别。国内还没看过这样。观光署讲，精彩的游行活动，互大家鼻芳了后，民众会当伫个市区内的场馆、观赏主灯展览场、含光的游戏场，两大展区拢总展出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会持续展12天。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坐大众运输来遮看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正月15元宵，也就是上元。这台南新华朝天宫有特别打造八卦平安桥，要让这民众过平安桥，挺好消灾解厄。这其中的设计典故也和在地传奇故事有牵连。另外，山上天后宫伫元宵也举办客家活动，希望民众会当拔一只平安古灯去，互你平安添福寿。信众手提火把，甲生上替身，准备设3连平安桥，跟两桥卡法师阿后祭改进行改刷仪式。这座平安桥是特别以八卦形打造，内边有一只蜘蛛向顶咧祭刷。这是台南新华朝天宫传统的元宵夜祭。比方讲，新华是八卦体，上团早年有蜘蛛正咧作怪，所以除了逐档设八卦桥，佮结合3档文章来祈求地方平安顺遂。来过一下平安桥。祈求今年平安顺遂。八卦体内底有7间庙，或者7体对地。这个八卦内底有蜘蛛，蜘蛛一个大只，多2只的妇女。古早时代也无路灯，也无点仔架拢土路，行落水沟，所以我就用护拔。唔知影讲咧顶悬的热去烧到蜘蛛。
除了有八卦平安桥庆元宵，另外一边嘛正闹热。山上天后宫办团成超过1架子的乞龟活动，较特别的是，若组成6字信物，有用米菇做贡品，其他新民嘛拢有专属的平安菇，菇的大小重量，庙方照顾咧，无咧增加。佮加上每只大菇顶悬，佮爱放细只菇，向阵代代生团。自从我第一道拔着菇了，感觉阮的伫阮兜的生活真正有较平顺啦。拔菇的意义就是讲，你要救对只菇，要救这只菇，等去恁兜是要创啊货。啊妈祖也是上帝讲，因应准无，是你的要求内底因来应准，伊就输这只菇对你等恁兜，甲伊甲恁兜庇护。另外，今年过年期间，庙方嘛发起平安米菇的捐献活动，拢总940包爱心米贴做米菇，按算旧历17，因会捐予给收集好参慈善机构，要甲这份爱传落去。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台南看线，咱来看到台东这元宵有炸邯郸夜的风俗，今年到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民众会对这汤北体代表邯郸夜的人牵炮啊，如讲这磅愈济会愈发。今年也邀请国际交换生来体验活动，有10个国、30多位外国学生来遮参与。汤北体手会提青仔叶，徛伫母桥顶面，炮啊是一直放一直炸。众人一直放炮啊、戏炮啊，四界拢是炮啊烟。台东的元宵盛事，炮啊炸邯郸夜热热来展开。盐水风炮是炸很多人，邯郸夜是我们全部都炸向他一个人，这很刺激，很好看。刺激啊！更刺激哦！连续脚4年啊！真侪民众毋惊落雨来到现场，亲身参加这个炸邯郸进行场面，将传统的祭典文化，更加吸引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体验。花醉邯郸夜和炮灰炸罢心。会痛一点，可是不太怕，我觉得好玩。巴西来4个交换学生经过炮啊炸过了后，有倒细细空碎，虽然会听，不过感觉讲真趣味。另外有人做炮手负责来戏炮啊，总共吸引15个超过30人来体验，大部分是高中生。主办单位要囡仔徛伫桥顶边无放炮啊，体验表演邯郸夜。放轻松就好了，松就好了。开开心心的心情。讲到炸邯郸，伫台湾发展盛行超过70年的历史，更加真侪台东独有的信仰文化传统。有一派讲法讲，相传伊是武财神赵公明，伊有邯郸夜真惊寒。等伊到凡间来出巡，信徒就放炮啊，为伊来赶走寒冷，这也变做地方无形文化的重要资产。我们不局限于台湾，能够的话就走出去。炸邯郸一大特色就是这个肉新的邯郸必须爱汤北体，和炮啊一直放一直炸。信众相信讲，炮啊炸愈多，代表这载温就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要把这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了后 ，Google 对7月开始伫地图顶头，把这墨西哥湾改做是美国湾。那准伫咧台湾用 Google Map 去看，会出现这美国湾甲美洲湾这2种名称。伫美国、墨西哥甲古巴之间的墨西哥湾，这个名从几百年前的阿兹特克文明一直使用到大，而且由国际水文组织 IHO。甲这个名定做是这个海峡通用的名称。1月7日展开第2个总统任期的川普，了日签署行政命令，甲墨西哥湾的英语名改做 Gulf of America。所以，正做美国企业的 Google， 从7月开始，甲真侪人咧使用的 Google 地图原体标示改掉。Air Force One is current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flying over the recently renamed Gulf of America. Please enjoy the flight, and we are now about to head westbound to Super Bowl 59. 因为 America 这个英语字，伫华语惯势翻译做美国或者是美洲，所以伫台湾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都出现无同款的标示。电脑版的画面倒边说明的文字，伫墨西哥湾边啊附注写美国湾，毋过正面的地图挂号内底写美洲湾。现若手机啊内底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敢若伫下骹说明的文字挂号内底写美国湾。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嘛同一个时间发通知予航空业的相关机构，配合美国政府的指令修改名称。亲像全球航空迷真爱使用的飞行类代字词，电脑版的英语网站已经改做是 Gulf of America。现若手机啊内底日文版的网页，同款是比较办理。不过，并毋是所有超吹引擎拢对川普的行政命令完全照办。亲像伫路西亚上大间的 Yandex， 伊嘛有地图的服务。
伫英文版的地图内底，就保留墨西哥湾这个名。公司新闻，戚家仁编译。南韩传出这校园悲剧，有一名40多岁查某老师拜一杀死一个8岁查某囡仔。当天暗头2个人向法警讲，因锁伫咧一间教室内面，这囡仔是救不回来。因那老师呢，要自我伤害伤痕。去年底捌因为忧郁症请假一段时间，想未到回来到学校了后，就来发生杀人事件。在南韩大田市发生杀人案的学校外口，民众是摆几排的花、四手啊含7头米，要来悼念过身的8岁细汉查某囡仔。这个洪台市的查某囡仔，伫一间学校是读1年的。初十尾阿嬷伊下课了后，本地要去上早艺班，但是去甲接的阿嬷煞找无人。警方和家属甲规个学校拢找透透，才伫5点50左右，伫视听教室发现这查某囡仔规身躯拢血倒伫遐。甲伊台市的查某老师，马技术太角机造成颔棍含手骨灼伤。查某囡仔随送病院嘛是不幸过身。这个老师后壁承认犯案。 범행 당일날 진술입니다. 학교 근처 마트에서 칼을 구입했다. 3층 교무실에 있기 싫어서 잠겨있는 시청각실을 열고 있었다. 시청각실 바로 앞에 있는 돌봄 교실에서 학생들이 수업을 마치고 갈 때 어떤 아이든 상관없다. 这个40多岁查某老师承认讲，伊是用一本册，甲查某囡仔写去视听教室来犯案。查某囡仔的老爸是大妹，老师无人性，杀查某囡仔几十刀。嘛，这个学校怎会变作上危险的所在？ 학교에서 선생이 학생을 죽이는데 그 어떤 부모가 안심하고 학교를 보낼 수 있습니까? 외부인도 아니고 기간제 교사 계약직도 아닌 정 교사가 제 딸을 죽였습니다. 犯案的老师家己讲，伊伫2018年就得忧郁症，去年12月伊嘛是用这做理由请假半冬，但是敢若休困20天就提前复职。伊伫顶礼拜因为情绪失控伤害同事，嘛甲电脑焊无歹。这10天有督学到学校来调查，建议互这个老师请假。无想到学校阁未付处理，就发生这个互人遗憾的代志。南韩代理总统崔相木伫知影消息了，已经下令撤查，而且要求教育单位采取必要的措施，莫阁发生悲剧。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巴西总统卢拉今年1月中颁布法令，限制全国这幼稚园到高中呢，伫校园内面拢袂当使用手机啊。开学了后，就算囡仔无手机啊，袂管事，颠倒是增加着学生因互动的机会，学习也变较专心。另外，联合国有调查，讲这国际上禁止学生囡仔伫校内使用手机的国家，要增加趋势。 入去教室上课进前，都要先登记，再个照班级把手机啊放落下巴底。巴西总统卢拉1月13签署限制全国中小学的学生伫学校使用手机的法案，规定敢若伫紧急危难、健康需求或者是教学有需要才会当使用，而且已经伫2月份实施。总统卢拉伫签署法案的时阵讲，会提出管制，是因为手机啊产生出亲像霸凌或者是注意力无集中等等的问题。 根据调查，巴西的囡仔平均10岁就有家己的手机啊。3岁以下的囡仔每一天看手机的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13岁至16岁，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甲4点钟以上。巴西教育部长指出，有真侪研究拢显示，过度使用手机啊会致使焦虑甲忧郁，所以新的法令还佫包括手机啊若无伫分数边，就会感觉不安的学生，提供因心理的辅导。 Foi pouco difícil, né? Mas depois que costuma passa, a gente interage mais, então fica mais fácil depois de tempo. Antes com o celular, ficava todo mundo no recreio mexendo no celular e algumas pessoas brincando. E depois, agora fica todo mundo lá sentado, brincando, correndo. 巴西另外一个调查显示，有2/3的家长支持伫校园内底禁止使用手机啊。 当然，嘛有老师认为讲，无应该把手机啊当作是敌人。有真侪学校甲学生的厝内电脑的资源无够，所以敢若会当透过用手机啊上网，才有机会创造资讯共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年底报告指出，全球有40%的教育体系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啊。 这个比例比2023年增加10个百分点，包括美国有8个州禁止伫学校内底使用手机啊，原来法国是规定6岁至15岁的囡仔禁止伫上课的时阵用手机啊，还有中国嘛限制囡仔上网的时间。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呢，头一届有美国军舰驶经过台海，中共的这个东部战区今日发布美军强盛号驱逐舰包特基号海洋测量船70-10次通过着台湾海峡。咱的国防部也证实讲，这美国军舰有通过台海，或者是认为讲，这表示川普政府正重视这地缘战略，重视台海情势。南华维持对峙袂顶袂动的局面。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后，第一摆有美舰通过台海，引起关注。中国东部战区杂志表讲，美军强盛号驱逐舰保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对70-10次通过台湾海峡。在2月10日的上午，有侦获美舰由北至南执行这个航行任务。那期间呢，我们也运用相关的手段监控共军的各项的动态。美军强盛号驱逐舰是大家较知的，过去都捌经过台海，但是这摆佫加上保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外界解读讲有可能伫台海做侦搜任务。国军强调讲，专程拢将压死可能海空协的动态。如何跟我们友盟国家的合作？密切的合作，这是我们既有的一个机制。美国印太司令部证实讲，美舰经过台海是无属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但是达到中国的敏感神经。国防部12日发布讲，侦找到中国军机30只，其中23只次是超过台海中线，入去到北部、西南和东部的空隙，变作3面围台的态势。加上中国军舰7只，公务船1只。出现伫台海，学者分析讲，美舰软过台海，反映出川普2.0是更较重视地缘战略。在川普2.0政府日渐重视地缘政治跟地缘战略的情况下，台海的重要性会日益的被重视。同时，由于美国朝野两党都高度支持台湾，加上川普内阁包括国务卿卢比欧都是强烈的反共派。国军反制中国军队的威胁，强化建军备战，传出今年汉光演习的规模会对过去的5天4暝翻倍变作10天9暝。对这国防部回应讲，佫伫咧规划会甲军民整合来纳入训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积电的董事会头一届刷到美国举行，会后公布7项国际和外界一切说是颠倒饼，无讲到这美国投资的消息。也那外国媒体报道是指出讲，台积电会透过伫咧美国设晶片先进封装的生产线，扩大对美国投资来降低关税冲击。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就算有一寡刷去美国做，但是上界先进的技术也是会留伫台湾。台积电伫台湾时间12日头一摆到美国去举行董事会，渴望增强甲美国政府的沟通。由川普进前表示，伊袂亲像前总统拜登，为着要互企业刷转去美国来补助，利息经由关税互企业刷往美国。台积电确实有可能承诺在美国扩大投资，来交换就是关税苛征延后。那这样感觉就是双赢的策略。根据了解，台积电到美国市场投资650亿美金，应得到美国政府补助66亿美金。这3座晶圆厂包含1期已经开始量产的4奈米、2期的3奈米厂，然后到2028年量产，3期的生产2奈米也是更加先进制程。董事会了后，台积电通过包含升级先进制程3零件预算，金额达到171亿4140万块，并且净资子公司100亿美金额度上限，公布7项决议。不过，确实拢无讲到对美国相关投资的信息。台积电扩大对美国的投资，扩大到什么程度？要多快的速度移往美国？这个部分就是筹码。我们的政府就是要拿这个筹码跟美国谈。其他专家分析，台积电甲先进封装3零到美国是因应关税好办法。就算伫美国生产成本比台湾较悬，不过台积电技术领先，加上有转嫁能力，会降低对营收影响。对川普关税前，鸿海董事长刘永伟提出看法。整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那真正会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怕因为这个新的关税制度造成了整个全球的不景气，造成整个市场萎缩。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是不是第12日公布这关税相关资讯，川普敢若讲其他结果。不过，美国副总统范斯是巴黎 AI 行动国防会宣誓，会确保上强大 AI 系统伫美国建造，使用美国设计制造晶片，恐惊对未来半导体产业发展会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不满这南北两党乌白台中预算，去年有提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双子，70发起2025主张罢免部责任立委的联署声明，到今已经有200多位正出名的作家做伙参与啊。
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1月因为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要抬公司预算，引起影视界不满出来抗议。有出版人士写文章表达看法，陈玉珍说引用市总部到文馆回应，讲单调迄个讨饭的碗引起真济艺文人士的不满。但是这笔会伫咧中央预算审查以后，继续摊销到文学界。我书写是为了回答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而我持续的书写过去，是想要迎向更好的未来。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祖，随着发起自2025主张罢免无适任立委的联署声明，已经有超过200位作家参与联署。共同签名的作家黄振南表示，看到文化部这次预算，互立法院提减冻结，恐惊影响台湾文学本土语言的发展和推动，嘛会阻碍台湾文学走向国际舞台。嘛是政府甲企业这个大力去甲补助，去甲因的这个。戏剧啦，还是扶持起来啦。当经要补助，要杀出去的时阵，恁又搁家己删掉，安尼哪会对咧？黄振南表示，这几年台湾文学网架直直在国际上着重翻译，才拢在起步当中。伊认为，这作者拢是对现处时的政治环境失望，才来表态联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无论是联署声明，还是青年运动和民间发起的罢免等等，这寡公民运动拢是直直累积起来的社会力量。我觉得在这一次包括之前的导演跟现在的作家，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大罢免运动站出来的人都说我们是公民，我们是代表政党。所以我觉得这次作家联署，以及你也看到那种类似那种非常强调超越党派的公民运动那个色彩。何明修嘛强调，英国影视界、文学界拢真罕伫针对政治集体发起行动，这背后可能有侪原因，也是惊资源受到影响。但是即卖艺文界愿意针对政治表态，伊认为这款公民行动愈值得关注后续引起的社会影响。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后礼拜5就是世界母鸡日，文化部伫这个拜六礼拜要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来推广台湾的国家语言。活动当中呢，有改编1950年代共名台湾放假，主角四郎大战魔鬼党，会奉上台语和客语这2个版本，邀请民众到底来听母语、讲母语，了解母语的文化。少年兄就是名声透镜社的主角四郎。这出动画《主角四郎大战魔鬼党》是改编自1950年代的共名台湾漫画。主角四郎捌伫7年前，互人改编做舞台剧，即阵有改编做动画。这出动画会以台语、客语2种版本的配音，伫拜六礼拜的国家语言生活节放送。会使配阮爸爸讲的台语，阮妈妈讲的客话，来介绍互这世代的人讲哦，迄阵是因讲的话是安尼。迄阵的梦啊是安尼，我感觉真有意义啦。去年2月，文化部针对台语又办一个台语 Flow 生活节，透过侪表演来推广台语。但是去年部分的表演，却互侪家长反映，讲华语的比例占伤侪，引起批评。文化部迄时有回释咧，母语团体是希望即摆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参与的团队就要积极讲母语。咱遮的国家语言，其实除了华语以外，拢是拄到足大的这个传承危机的啦。即摆既然有要办一个安尼国家语言的活动，咱就爱好好讲，勇敢甲讲，毋免搁惊别人听无，爱伫咧内底掺足侪华语安尼。另外，母语团体嘛指出，希望即寡有传承危机的语言族群，毋通干那有母语活动的时才咧使用，就要透过其他政策的配合，才通达成生活化的目标，互大家伫生活当中自然讲出家己的母语。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观光署这个月准备要迎接800个来自印度的这团体旅游观光客，是疫情过后呢，这印度来台湾上大规模旅游团，会分组6梯来到台湾。观光署预估大概有3000万的经济效益。另外，为着要争取到更较侪自由行的这国际旅客，观光署也要和这高铁合作，针对国际旅客有买1张票送1张票的优待，会一直到年底。排队在马康流浪，这团队印度来的旅客拢是业绩表现真好，接受公司的招待，奖励旅游的邮差公司的经销商。真侪人拢是第一摆来台湾体验耍马康流浪了后，随到要搁去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参观。We are feeling very excited.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coming to Taiwan. The atmosphere is very pretty good.
and we have a grand welcome here over it. The people are always good. The weather was very good actually. We're enjoying the weather. The cable car was very good. The people are very good. We are enjoying the food also. 观光署讲，这摆是疫后第一座印度奖励旅游大团，有要800个印度的旅客。全团是6个梯次到台湾，接态度行车是规划5天4暝的行程，安排去马坑、大稻埕和游览西门町、台北101，卖邀车到宜兰的东澳去体验海山堡的佚佗行程。因为旅客有特殊食物件的需求，行程嘛要配合宗教习惯。他们对国外的食物并不一定能够接受，西方的食物还可以，所以他们这一次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厨师，他们带着他们自己的食材。所以我们要安排餐厅，要安排厨房，煮给他们吃。有10多档带团经验的导游分析讲，印度市场有人口的优势，过去出国的优先来选文化相同的国家，若要接待印度的旅客，必须要熟悉因特殊的需求。观光署预估，这摆印度团来台湾，差不多会造成3000万的经济效益，未来嘛会继续来开展多元市场。东南亚几个，只有菲律宾的市场。像这些都是可以大步要进。那四平八稳，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很平稳的恢复到疫情之前。周延辉讲，观光署是持续扩展各客源的市场，除了日本、韩国、北美这些主力市场，对有关度开发潜力的印度市场，嘛会采长期深耕的策略，分阶段来行销布局。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纽西兰进口的牛奶对今年开始呢，免搁再扣关税啊。就农民讲，一寡保存期限90天的进口牛奶，也会当标示做青奶。咱的国产青奶就变做是无公平的竞争。这农业协会证实讲，行政院已经有指示，这有效日期伫14天内的牛奶，才会当标示做青奶。国内奶品的竞争，因为大纽经济合作协定生效，纽西兰进口奶用零关税进口，对国内劳动造成真大压力。劳动烦恼进口奶品保存期限有90天，所挂名鲜奶对国产鲜奶加做无公平竞争。农业协会都向政府强烈建议，要求奶品的确实标示效期。那这个呢，是给第一个给我们台湾的肉农有一个竞争的公平机会了。不能够我们同样鲜奶，国外奶70天、90天也叫鲜奶，这个是不公平的。农业协会证实，行政已经指示，效期14日之内奶品才能标示鲜这个字，因为确实标示效期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标示比较清楚，而且是真真实实的标示，要不然只剩2天也写鲜，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妥。我会看标志的。按你说鲜奶的话，我会先看鲜字。农业部证实已经收到指示，为何不是表示，但到正式收到公文了后，照指示来办理。是我们做过一个预告，但是预告之后就是大家意见很分歧。如果说行政院这边的指示下来，那我们会再依照这个相关的文字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原物价欠悬，劳动面临成本大起的问题，市场这几年所出现限量收购的情形。农业协会表示，奶品厂原来进口奶，各要求用俗价来买农产品，这不合理，也希望政府应重视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轻铁，这去年民众伫咧车厢内面的跋倒事件，高铁公司有受理11件，其中5件已经完成赔偿，4件还阁伫咧审，也那2件是无要赔。最近是有报纸写讲，这轻铁司机定定伫咧打动，互民众感觉真危险。高铁公司就表示讲，这轻铁的车速无紧，除非是这车当咧走，有紧急打动的必要。若准无者，这轻铁是真稳的。坐轻铁，若民众落车时爱细致，坐车的时阵可能嘛爱注意，爱徛个在看后靠，避免司机打档啊，也是等我的时阵煞来跋倒。轻铁路线因为会经过86个路口，所以针对司机有一个防御驾驶的机制，随时爱提供一寡保守交通规则，行入轨道的民众甲车辆。也因为这个机制，可能对轻铁有定定打档的感觉。上车下车都要很小心。
都要小心，这个是自己的事，抓紧啊，小心啊，还有这个改账这样子。去年民众伫轻铁车厢因为跋倒受伤，高捷公司拢总受理11件，其中有2件无赔偿，包括有一位老大人伫车厢换位煞来跋倒。高捷公司表示，民众坐轻铁拢有大众接运系统的旅客运送责任保险，只要是因为轻铁的设备也是系统来造成受伤，保险公司拢会受理赔偿。某民众认为，坐轻铁安全问题，家己爱负一寡责任。那个乘客搭乘交通工具也是要自己保护自己啊，就是还是要自己注意一下。高捷表示，轻铁甲捷运无共，车速无紧，档案嘛无捷运遐尼耐，因当年也拢会举办驾驶员的评比，来提升开车的稳定度。记者柯嘉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伫咧台南专门放送这理论电影的专美戏院，因为逐年拢伫咧了钱，即马有风声讲这3月初2就要先关起来啊！这戏院的这个经理就强调讲，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思考要安怎转型。台南市专美戏院的员工12早起由原正常上班，不过因为风声讲3月初2就要暂时关起来，真侪民众透早就来戏院门口口。是有点可惜，但如果说是可以让现阶段说可以发展到更好的话，我们但是乐观其成。细汉的时阵，拢会来这看电影，一届会当看2出啊，偌好的，买1张票看2出，所以阮今仔就特别来甲阮较早的记忆找回来。专美戏院经理吴俊成出面证实这项消息，主要是因为这几年直直了钱，虽望见不是家己的，不过一轮电影看2出票价只要140块，逐日放送3场到4场，也敢若卖出几10张票。当年了超过100万，进前疫情期间了愈济，即马要暂时休困，伊强调未来要引进新策略，才会当突破困境。比如说，我们有做过独立乐团，几乎都是成功的哦。像是也有人说过那个脱口秀，像我这几年有时候去内湾啊、红楼啦，看一些老戏院怎么转型的例子啦，他们也是把影像放在戏院的一环，结合餐饮，结合一些文创，当然戏院有无限的可能啦。其实戏院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嘛，吴俊成的老爸1969年甲专美戏院买落来，1971年自首轮戏院转做放送2轮电影，到达已经54年。国际导演李安的电影梦也是自这启蒙。虽望当时会重新开幕，也未决定，但是今仔日2月12是专美戏院75周年，戏院举办庆祝活动，邀请大家做伙回顾这间是未少台南人共同记忆的戏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正月15上元，天文馆表示讲，一般月娘上解圆的时阵呢，是伫咧16较济。不过今年这元宵虽然是15当着这月圆，天文馆来讲，这机会是真罕见的，民众即届若阵看无到，阁爱等10年。逐当距离正月15就是元宵节，一般民众认知是讲15是月娘上圆上光的时阵，会当拿些灯花，顺续看月娘。不过天文馆就提起，其实这是错误的。月娘上圆的时阵，多数拢是伫咧旧历16。我们有统计过，因为满月会发生的日期大概就是14号到17号，其实发生在16号的几率是最高的，大概有一半左右。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是14号或15号，那只有少数会落在17号。天文馆表示，月圆会发生伫咧旧历19的几率无悬，不过幸运的是，今年元宵节拄好拄到月圆。天文馆指出，若是即届无看到，后届元宵节兼月圆的机会，就要搁等10天。元宵节元月15号那一天，然后而且呢还遇到满月，下一次的时间就是10年后。为着要守过天气因素就真重要。气象署表示，受到风面影响，元宵即天台湾各地拢会落雨，恐惊是真好看到月娘。尤其是拜4雨会变大，而且一直落到后礼拜1，天气才会转做大冷。今天又是一个元宵节，是否满月的时候，但是各地的降雨的状况可能蛮明显的，所以见到月亮的几率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那至于多云有雨的这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会一直维持到明天，然后可能要一直到礼拜5过后，整体的这个降雨才会慢慢的趋缓。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这几日天气虽然有小可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提醒暗时要去踅灯会，民众爱穿雨小，避免感到。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人讲北天顶南芳仔炮来看这元宵上界大闹热的活动，台南咸水的芳仔炮2天的连桥绕境活动是闹热滚滚。这个队伍呢已经分做5条路线，伫咧进行，分散伫咧咸水区，大概是250座炮声遐。因为这新桥来到位，沿路店家甲民众一直伫遐礼炮。对这画面啊，咱看到讲这现场是闹热滚滚，炮啊是放袂煞，不过受到这落雨，还阁唔是连续假日影响，看起来这人阵呢是有偏去年较少一寡。不过这活动上界高调的，就是今暗时9点，伫咧咸水国中的运动场有设主炮声，大约会放200万支的芳仔炮，按算是这活动的上高调。而且伫咧主炮正式放正前呢，这芳仔炮体验营4座炮声也伫咧暗时8点要来放，按算会分做4阶段进行。今仔日是元宵，这彰化着一间幼稚园呢，特别伫咧元宵这天举办拜年活动，结合着台语的教学，教囡仔人来唱歌、人师讲好话，闹热过年，过当传承无记。虽然拄着落雨天，但是还袂花这阵囡仔的热情，大家大声唱出12新秀的囡仔歌，阁有闹热的人师表演。唱歌跳舞也无够，囡仔人手提瓜子、土豆、花粿甲菜头，一人讲一句好话。土豆，互你食到老。菜头，互你新年好菜头。即阵学校拄开学，就当着上元节，是元宵，嘛是小过年。彰化有幼儿园举办拜年活动，透过台语囡仔歌、趣味的吉祥话，互囡仔人认捌过年过节相关的传统风俗。今仔日嘛是元宵节咯，小朋友一边一咧读册，然后一边会当活各种的学习的这种元宵节的活动。咱拢会伫咧这个节庆的时阵，互小朋友会当学着咱民俗的台语的讲法吼。比如讲过年时，咱就会教囡仔来做一寡，来讲一寡拜年的话，小朋友就会当伫咧咱的生活中，会当学着台语，用个甲咱的教学啊融合伫咧咱的教学内底。学校表示，幼儿园的囡仔即阵当是学语言的黄金期，学校除了配合节日安排台语活动，也会透过种菜、食面这的生活经验，来教囡仔人讲台语，营造浸水式的语言环境，互囡仔人会当自然开嘴讲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内湖，伫咧元宵节天有人土地公的活动，这个活动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咯。庙方表示讲，这信众会互土地公食炮，这炮啊量磅愈多，代表店家规年烫天，这生意是旺旺旺。活动会一直到暗时12点，附近也进行交通管制，建议民众若准备要来看，就要坐大众运输较好。土地公新桥一个到位，炮啊放袂停，现场闹猜猜。信众用炮啊，互土地公食炮。今年元宵暝，伫台北内湖景头福德寺，即间有10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拢会举办让土地公的活动。沿路的店家民众会准备炮啊，放伫新桥顶悬。庙方表示，炮啊愈多，代表今年的财富就会旺旺来。咱这个人土地公呢，一方面是感谢土地公一年来的保庇。互咱即个农业农作物爱当较兴旺咱即个规个即个家庭和平经济生活家家户户拢一个小康的生活对这土地公特别的感谢。咱每一年所看到这放炮的文化实际上是拢所有乡客他发心家己来提供。庙方表示，若是炮啊放煞，民众也会甲炮啊灰扫入去家己的厝内，代表甲财富砸入来。甲炮啊扫清气，嘛通维护环境。今年庙方也特别宣导炮啊减量，心意有够着好。绕境活动会一直到元宵的半暝12点。庙方预估大约有1万人参与活动。另外，警方也针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会先请我们公运处的公车来做改道，来配合这活动来实施哦。但是相对的，也希望大众的民众都会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也可以搭乘那个大众捷运和公车来这边来做周边下车之后，再走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警方表示，这个民俗活动是内湖的大代志。警方也提醒要参与活动的民众，头发有危险性，建议莫离伤远，挂好嘴安目镜，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新竹市有邀请文化界庙宇农协会的代表等等举办新春开闭仪式。在新的一年呢，特别写出代表好吉条字，让大家充满希望。充满喜气的表演，让大家感受新春的气氛。拜三是元宵节，新竹市特别找各行各业代表，拿毛笔写大字，有人写春，有人写福，各有人写苗，希望透过元宵开闭，开始一年的好运气。在办公室练了差不多应该有30-40分钟，应该有写了大概有20张的斗方。那今天的一个表现哦，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满意。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眼观鼻，鼻观心，力透指尖，沾笔落墨，书写你的期许，你的幸福。我相信这个能量就会慢慢的散播出去。当年研究书法的艺术家李树生指出，新春开闭仪式是重要的传统礼俗之一。在传统文化中，希望透过写好话，在新的一年，让自己规年通天，有智慧也有好运。一年的开始啊，那开始的时候就写了一些祝福的话啊，来祝福来者，或者是祝福自己啊，把我们的愿望把它写出来啊，那达到一个祈福的仪式，或者是祈求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国泰民安。就是有关吉祥话来祝福对方，也祝福来者，也祝福自己，这样子啊，所以就会有一种开笔的仪式。主办单位新竹市民政处希望透过活动，除了让这项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也用笔写出对家己的祝福，让新年充满希望。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做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1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1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7度。下个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之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7点咱再相会。传统戏剧内底，若是讲到草蛇啊，是咧讲什么动物呢？3000。来，大家拢知啊，3000哦，关键哦。请问传统戏